OK， 2014年第41條題目就話喺 figure 入邊 PQS 係一個圓形，咁 PQ 就向長延伸去到 R 啦，咁同一時間 RS 係 tangent to the circle at S， 咁 I 係個 in-center of QRS 三角形，咁如果 IRQ 等於12度 ，PSQ 等於70度，咁就要你揾 angle QPS， 即係呢一隻角。咁我哋將呢隻角 mark 做 theta 先，咁因為呢個係 in-center 啦，咁即係換句話嚟講 ，RI 其實係 angle bisector of SRQ 呢一隻角，咁所以呢一隻角其實都等於12度。咁呢度啦，因為 RS 係 tangent to the circle at S， 然後 angle in alternate segment， 咁所以咧呢一隻角等於呢一隻角，咁啊等於 theta。咁我哋考慮呢一個大三角形嘅內角總和，70度加 theta 加24度再加 theta 等於180度，咁撳機就會計到2 theta 等於86度。咁所以咧 theta 就等於43度，所以答案就係 C 啦。